個女人左手撐住拐杖，右手挽住膠桶同埋慢工竹，緊隨後面係一名拉住二胡奏樂嘅失明人士。佢哋一步一步前進，唔少途人見到佢哋咁慘，都將錢掉入膠桶。年輕人，你實在太年輕啦！呢一啲膠桶丐幫近呢一個月活躍喺灣仔區，佢哋多以二人組合同埋前後腳嘅形式出現，一個下晝就有500蚊落袋。內地殘丐集團一直都喺旅遊區旺角行乞，但係喺當區區議會施壓、警方驅趕之下，大批殘丐就轉移陣地，殺入商業區同埋民居揾食。我哋記者連日嚟追蹤3對膠桶丐幫，呢一刻仲健步如飛嘅領航員，下一刻就變到拐下拐下。開工之前，佢同失明嘅男拍檔喺橫街整頓行裝之後，就沿途行乞，喺短短45分鐘已經有超過300蚊嘅收入。而呢一對膠桶丐幫行乞之後見到收穫豐富，就坐埋一邊，將膠桶裏邊嘅錢倒出嚟，放入去另一個膠袋入面，跟住就出去繼續揾食。我哋更加追查發現，殘丐集團總部設於紅磡舊樓單位，殘丐收工都一定會返去呢一個大本營。事實上，除咗膠桶丐幫，仲有斷腳男寫大字、半身歌女、雙腳萎縮嘅姊妹花賣唱籌錢。警方發言人就話，今年頭9個月，全港因為行乞被捕嘅人數有133人，大部分都係內地人士，而灣仔分區拘捕嘅行乞人數就有19人，上年都只係有1人被捕。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就要求執法部門加強監管，若果佢哋係以旅遊證件嚟港行乞，應該將佢哋列入黑名單，並且禁止嚟港，避免影響旅客對本港嘅印象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